台南市媒体垒球联队趁着假日时举办邀请赛，由嘉南药理大学校长张义峰、台南市新闻处处长苏恩恩替赛事开球。那因为我们学校场地非常棒，也常常上届到外面去做使用。那我们这次特别赞助了相关的饮料啊，或者是一些餐点。嘉南药理大学的棒球场当年开放。这次的赛事不只是运动交流，更希望让更较侪人接触到垒球、体验运动带来趣味。平常时穿西装的议员、摕麦克的记者，这回拢换穿球衫来拼关家。议员李宗翰、蔡小薇、朱正轩、周家伟、陈宏武、李启伟、黄兆辉、李宗麟等8位议员拢亲自参与比赛。兴奋啊！哈，能够这么海 K， 我们的媒体界是不简单，可是事与愿违啦！哈，被媒体界海 K 啦！哈，其实是一个做轻松啊、做趣味的一个行程啦。即马较少年辈议员，但对球类的部分、对运动的部分都非常的关心，所以我们一定会在议会持续把台南的运动环境打造好，提倡运动，然后大家互相交流像记者跟议员交流方面会比较互动比较好一点。另外他们。平常我们都很忙，然后在这种休闲当中里面，我们可以跟他相互互动，来一起打球。垒球是全民拢会当参与的运动，唔但会当活动筋骨，嘛会当展现以球会友的精神。这场比赛结果由旅行工会摕下第1名，媒体队第2名，最后分别是议会联队以及高雄师范大学校友队。台南新闻所采访报道。